两观眾朋友對韓國之後繼續收聽起教國際，這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都關注嘅是日本全球嘅變化。日本隨著安倍晉三200月下日咧，新年安做係學者們嘅比到底又發生乜嘅新年戰機？今日節目地圖為大家繞強調嘅係普京太后嘅好事情、好主情。何老師您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主任，我們先看一下安倍。其實這個森友幣案，我們在節目當中也約略有提過，可是我以為那個時候它就已經被壓下來，可是最近我們發現好像這個森友幣案越演越烈。然後根據朝日新聞，我看到最新的民調顯示，安倍的支持率大概只剩30%，反而是不支持率將近要50%了。能不能先幫我們完整介紹一下這個被稱為媒體笑它是日本的學員們，那來龍去脈怎麼發生的？為什麼現在又再起？事實上，這個火又重新燒起來哈，可能出乎這個日本保守派的這個預料了。因為這今年在春節過後哈，那我在台灣遇到一個跟日本保守派非常有緊密關係的學者，到台灣來。那我們也談到這個，那時候他還講啊，這個安倍今年不會再受到這兩個學校，一個是嘉基學園，一個是森友學園這問題的困擾了。那他也很樂觀的講啊，這安倍應該會持續的這個推動修憲。那今年的這個他的這個連任之路啊，也應該一路綠燈。那不過因為有新的市政這個被發現了，因為這個在這個日本的財務省啊，理財局事實上像我們的國有財產局一樣哈，負責管理這個國家的資產。包括這個國有地，那在理財局的這個資料裡面被發現了，這個有篡改。換句話說，這個原本有4頁多的，我看了日文的媒體，他們寫安倍政府講是修改，不是篡改，因為他們認為說這個並沒有違法哈。當然，他們現在要咬死這個沒有違法，因為如果他們承認違法的話，我想這個火啊，大概就不是只有這個事務官啊，這個跳出來這佐川這個辭職就可以了事哈。那所以他們當然他們會覺得是修改哈，那個他們認為是在這個法律的這個範圍裡面，但是修改的地方也太怪了，因為這個實際上原稿有被揭露出來，他們從4頁多的這樣的一個原稿裡面修成剩下差不多不到1頁，那這裡面被拿掉的就是這個有14個這地方啊，有提到這所謂的昭惠的這個事情，那昭惠就是安倍的太太，那換言之就是他把這個有關於這個安倍夫人的這些字句啊，通通都把它拿掉，那這個事實上這個當然會引發一個軒然大波哈，那第一個就是你公文書的這個篡改，那個在日本呢是非常重的這樣一個司法問題哈。那另外一個就是你為什麼要為這個安倍夫人啊，這個來這個遮掩哈？那這裡面事實上就是欲蓋彌彰啦。那如果你是坦蕩蕩，你在這樣的一個這個過程裡面，你並沒有任何的一個問題的話，你無需啊這個把昭惠夫人的這些內容都拿掉。那而且我們從他這個所看出來的這樣的一個這個原來的這個內容裡面啊，也可以發現呢，昭惠夫人確實這個有啊，這個幫龍池理事長的這個學校啊，這個講話啦。他認為說這個案子很好啊，我們應該讓他再往前走啊。那這樣的一個內容啊，事實上很多的這個日本的朋友也認為哈，這樣的內容基本上，當然你昭惠夫人啊，這個很難講啊，你是完全置身事外。那所以這個就有一個問題在了，因為安倍在去年呢，他曾經啊，這個拍胸脯講啊，他說如果我或我的家人有涉入到這樣的一個這個森友學園案的話，那我這個要辭去啊，不只是總理哦，他說我會辭去議員。那換句話說，他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所以這個，我想他們可見他有一定的自信，他才會做這樣的保證。不，這個可能如果往好的方向想是自信啊，往壞的方向想的話，他有把握讓你查不到。對不對？那這裡面這個就讓這個現在的在野黨啊，這個逮到了一個這樣的一個在發起攻擊的一個機會，就認為就是說，因為你安倍做了這樣的一個宣誓，所以你事務官啊要幫他擦脂抹粉，那讓他這個講的這句話不會出問題。所以這安倍啊，這反而啊，這我想這個他是這個可能啊，這個計劃太周延啊，那他想要弄到這個非常超完美哈，那但是在這裡面還是露出破綻。老師，我想請教一下哈，因為我記得當時安倍在講的時候，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他那時候就已經切割，他認為這個是龍池在狐假虎威，打着安倍家族包括昭惠的名號在招搖撞騙。
那这一点我们有看到相关的证据吗？现在调查的进度到底到哪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下个礼拜。这个佐川的原来的这个理财局的这个负责人啊，他原本已经调到这个财务省的这国税局，那后来这个他在这个事情爆发之后啊，这个他就第一个出来啊，这个辞职啊，就还有一个公务员自杀了，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在这个近畿这个地方做这个负责这个案子的这个事务官啊自杀，那所以这个基本上疑云重重哈，所以这佐川应该是一个非常知道这个事情内幕的人，所以他在27号，就是这个日本国会啊，就找他这个到国会啊，等于是作证。那在他作证的时候，应该这国会议员会这个请他和盘托出，你为什么要去修改这些内容？那到底这里面有没有谁指使你修改这些内容？那这里面这个不只是在野党啊，对这些问题啊想要厘清，连执政党内部啊，这基本上现在也似乎啊，这个认为说这件事情，这个如果不查清楚的话，这个对于这个未来的这自民党会有不好的一个影响啊。那包括这个像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这在第一时间也跳出来啊，他说这个事情当然要查清楚啊，对，那这不查清楚的话，这个不是我们自民党的作风。那所以现在事实上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还是看二阶俊博啦。事实上，二阶俊博是现在自民党的干事长，那等于是这个安倍啊，这个在党里面呢最倚重的一个人，而且他等于是安倍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撑哈。那如果二阶俊博在下个礼拜的这个佐川这个在国会这个作证完之后哈，他的态度有转变的话，那这个可能啊，这个也会对安倍内阁的去留啊。留下等于是投下一个这个最具有决定性、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变数。老师，你刚才提到，比方说昭惠跟这个森永学园的关系，究竟除了这个安倍夫人之外，整个安倍家族跟森永学园有哪一些互动？那我还看到有所谓的什么安倍晋三纪念小学，又是怎么一回事？这蛮怪的哈，因为这个安倍首相基本上是现任首相，他人还在世。那通常纪念的话，以我们这个对汉语的理解的话，通常是人不在了才会 in memory of him。所以这个他这小学当时这样弄，我看了也是觉得很怪。那当然，这小学基本上这个是由龙池理事长啊，他那个去负责推啊。那当然这里面它有他的教育理念哈，就是原本的那个瑞穗小学吗？它基本上它是一群这个日本的基友，它有小学之外还有幼稚园，幼稚园已经开办了。那幼稚园这个基本上在当时这个他们这个学员就邀了这个昭惠夫人担任他的名誉理事长。那昭惠夫人也欣然接受，而且昭惠夫人曾经去这个学校去演讲。这个学校基本上就是要恢复战前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所以他把这个在战后已经被废止、被教育基本法所取代的这所谓的 Kyoiku Chokugo， 就是教育次语啊，当时天皇所颁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等于是这个教育要这个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宗旨啊。这个再把它这个在他们的这个学员里面呢，在森友学员里面未来的一个教育里面，从幼稚园到小学，他要把它落实下来。听起来是一个很幼情的学校，对，非常幼情的学校。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当时他已经招生的这些这个幼稚园哈，他的教学活动，那基本上他幼稚园已经先开办，有学生进去，然后小学还在筹备，不过现在都停掉，为什么？因为这个之前是不是传出了什么仇韩还是仇中言论？对，然后而且他们在进教室之前啊，在教室前面会摆天皇跟皇后的这个一个塑像哈，那这个所有的小孩进这个教室之前啊，要这个跟这个天皇跟皇后啊这个敬礼，而且他们在教室里面小孩很乖啊，就端坐在教室里面啊，那基本上这个让我们这个看到那画面啊，但想起了这战前的日本的那样的一个教育啦，那所以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教育基本上也凸显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在整个现在的一个日本哈，那有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极右翼的这样的一个人士哈，那似乎是想要借由教育哈，再让这个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这保守的这种精神，在
这重新的这个等于是降临到日本的下一代身上。那这当然，我想森友学园这个案子啊，除了涉及到这个政治的这样的这个一个意识形态一个问题之外哈，那刚刚提到的，那现在日本人可能更在意的是，那你首相跟你的家族在这个森友学园案子里面哈，你到底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还有一个就是日本首相有没有说谎的问题。实际上，他最严重的可能是说谎。如果这对日本来讲是更不能接受。对，那当然，这个如果最后的这市政的指向，就是说你或你的家人，这个是在这个当中，这个基本上是有角色是有作用的。而你当时你这样子的这个信誓旦旦哈，这个想要这个撇清，那这当然涉及到非常严重的一个说谎。更何况，如果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公务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篡改日本公文书啊。那这被证实，这个可能是为你擦脂抹粉的话，那这个可能这样的一个，纵使首相也没有司法的豁免，他很难全身而退。那我们讲安倍的学员们，其实不是只有森友学院，另外一个家计学院又是怎么回事？家计学院基本上是一个兽医学院，因为日本他们的这个整个这个他们要这个等于是去振兴日本的一个农业哈，那他们这个在兽医教育里面，基本上这过去新设的这个兽医啊，这个已经被管制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基本上这是安倍为了要这个的因应，等于是日本的一个这个贸易自由化哈，他们要去振兴这个日本的这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所以他们必须去培养一些农业的人才，包括兽医的一个人才。是，所以在这个这听起来利益良善呢，有什么弊案？但是问题是就是说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到就是说还没有准哈？那你看到这个学校也蛮怪，还没有准，基本上它校舍全部都盖好了。他换句话说，这个还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审议的一个过程里面呢，他们就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这也让人家这个兴起疑窦啦，就是说这个你怎么这么笃定你这个案子会过？那在如果万一案子没过的话，那你的这些这个所有的投入是不是就付诸这个东流？那问题是这里面这家计学园跟安倍啊，这关系匪浅。那在这当中啊，那基本上那当然这安倍也被怀疑他这个扮演了这样的一个等于是啊这个帮啊家计学园啊这个一路啊这个打通关啊亮绿灯的关键角色。可是这一次安倍修宪，他教育改革也是修宪的这个重点之一。相较于其他修宪内容，教改其实相对单纯，怎么反而传出这么多的弊案？当然，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修宪里，当然有提到这个教育的部分哈，但这里面这教育部分，它最主要是提到要把这个教育公共化啦。是哦，那这当然这个是这个好事，因为这个日本的年轻人甚至家长会支持在。不过这个他也很聪明啊，因为他整个修宪案基本上到最后公民复决的时候是包裹表决，对，所以他必须放入一些这个可以得到啊这个日本人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条文哈。然后来让这些日本国民啊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修宪案，所以这基本上这个跟这个刚刚这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弊案哈，这个可能是两回事哈。那个他推动这个教育公共化这个东西，那这基本上这个可能是有民意的一个支持。对，哦，那这个可能也不是为安倍他个人或者是他的这个旁边的人呢去这个图利哈。但是这个家计学园跟这个森友学园这里面。就让人家这感觉到好奇啊，你安倍跟你的朋友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当的这样一个利益输送？更何况森友学园这块校地，它是贱价出售国有地1成而已，这个市价的1成，对，它以市价1成这个拿到，而且最后基本上森友学园几乎不付钱就拿到这块地，为什么？因为后来他们说这块地需要整理，因为下面有一些掩埋的垃圾，对，那所以这国家又等于是把它1成的这样的一个抵免掉了，对，它所付出来就是市价1成的价金，几乎又全数还给他，所以这个加减减，他大概只付了可能1%左右的钱啊，就拿到这块地了。问题是，那上半场我们先谢谢这个侯主任，下半场的关注你也安排前3首相，我面对不但将日本内部的小李天天，外部嘅東方媒體第2季，尤其係飲水電廠嘅唱片會，至於係日本專輯，喺我哋挑戰先聊一下飲水狀態。好，那我們下半場見。
嗰陣就討論嘅現狀，上半場嘅關注到日本嘅內部小利，以後來看佢哋外部嘅挑戰。老師，我們看到除了內憂，外部的部分，川金會可能會在1個月左右登場。那看起來已經是我講一個比較玩笑的成語，是穿金戴銀啊。把文在寅現在可能有機會在三方會談裡面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問題是原本我們知道這個朝核問題是6方會談，6個角色裡面唯一一個還會受到威脅，而且沒被拉進去就是日本。那這會不會是日本戰後最大的邊緣化危機？當然，這裡面涉及到是美日同盟的問題啦，因為這個日本在這個整個朝鮮問題上面哈，它基本上是跟着美國走哈。那過去這個川普總統啊，這個他的一個持續對這個北韓的這樣的一個施壓的這個動作哈，一直到今年的這個1月間，那因為這個平昌冬奧，然後這南北韓的關係要重啟哈，那時候這日本基本上還是非常鐵的哈，這個而且似乎是認為啊，這南韓哈這個暴衝哈，然後去這個讓這個美國的這樣的一個對北韓的一個制裁可能出現呢這個在盟國之間呢這個腳步不一致的這樣的問題哈，然後但是他完全被蒙在鼓裡面哈，那他原本以為自己坐着看戲，想不到但而且他也認為可能這南韓這暴衝的小孩會被川普修理啊，那他完全沒想到啊，這最後人家這個在南北的和談裡面，美國也在裡面啊，對不對？而且這個後來這南韓也把美國給拉進來，而且還促成了這美朝之間這個要對話哈。那所以這件事情當然對日本來講的話，它等於是這個在外交上這挨了一記重拳了。是。那在過去的這個美日關係裡面呢，這個在美日同盟當中，包括我們去看這個1970年的那時候的這個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正常化，那日本都是亦步亦趨的跟着美國，而且在過程裡面，他都要求美國必須要這個對日本啊，必須要開誠佈公。可是美國似乎並沒有把日本啊的這樣的一個要求啊，這個放在他的腦袋裡面。尤其川普這一次的表現，那基本上他這一次跟尼克森哈，而且這兩個人都是共和黨，是，那基本上都有一點點就是讓日本人感覺到我再一次的被美國啊背叛，給這個說他們叫這個我們有時候翻成叫做越頂啊，就是 Japan passing 啊，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這個川金會這個如果他如期的舉行之後哈，然後這美朝的線給接上了，然後這南北的關係也回復了，基本上金正恩基本上現在是希望就是把戰後啊這個韓戰之後哈，他們的這個停戰協定變成是一個和平協議，和平協議基本上就是可以讓北韓體制獲得一個保證啊，因為這南北韓這樣分裂的這樣的一個局面，基本上有一個這個當時參戰國家的這樣的一個共同的一個保證哈，那這個或許可以讓北韓這個就可以啊這個比較放心的去凍結核武，甚至是放下核武哈，那所以在未來的這樣的一個所謂和平協議裡面，誰會沒有角色？中國大陸其實不會，因為中國大陸是參戰方，日本可能就比較尷尬。那這個更尷尬的，我還要順便講一件事情，在川金會一公布的時候，我相信安倍馬上感受到那個危機，因為他立刻就斡旋，然後說我在川金會之前，他就要去白宮先去見川普。OK， 這個沒問題。問題是在這件事情一公布的第2天，我們看到川普的外交體系竟然大換血，提勒森下來了，換龐貝歐，換這個 CIA 的這個局長上來了。這件事情是不是老師剛才講，第一個是一個重拳，這又再次一擊？當然，這個日本也對，就是他跟提勒森建立這麼久的關係，對。建立的好不好？那現在龐貝歐對日本來講，會不會是他完全無法捉摸的一個對象？那個在龐貝歐，他過去基本上不在第一線，他是這個美國的中情局的頭子哈。那所以其實這個當然在交情上面呢，這個提勒森這個他們已經做關係做了，而且提勒森我看官房長官在受訪的時候有一點難過哎。但呢，他們認為川普有一點點這個莫名其妙，因為現在在這個整個，如果你真的要搞這個川金會的話，那時間也壓在5月哈，那這個節骨眼，你怎麼會把你的這個外交人事大地震？而且呢，從這個時間上來看的話，基本上龐貝歐也沒有辦法這個馬上上任啊，因為這還要經過國會。是。那所以整個這個新的外交團隊上來之後啊，那可能已經4月中以後的事情了。
那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啊，那你有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这美朝会谈？还有一个就是下个月4月，对不对？4月这个原本这个安倍他要求要到这美国去，对。不过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他自己国内政治，我们在上一集节目讲他的国内政治啊，这个出现这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问题哈，焦头烂额了。那他的民调掉很快，他到底这个可不可以等到4月？这个也存在变数哈。那所以啊，这个当然他4月这个去美国的话，我想他除了这个去这个掌握现在的一个美朝关系的一个动态，然后去稳住这个美日同盟之外，还有一个干扰美日同盟的一个问题，就是贸易的问题。贸易的问题也不只是存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中间哈。对，现在贸易战今天我们看开打，而且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当川普在讲说要对钢跟铝课25%跟10%的关税的时候，第一时间他豁免了加拿大跟墨西哥，然后经过欧盟、经过其他国家的抗议，现在欧盟也豁免了，然后连韩国都豁免了。可是我们在最新的这一波的这个豁免名单里面没有看到日本，没有看到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子？而且日本基本上这个他们在美国的提出这个钢铝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性的这关税之后啊，他们也吓了一跳哈。那这里面这个日本也在名单当中，当然也在他的这个制裁的这个对象里面。是。那他一再的跟美国讲啊，这个我的钢铝的这个出口美国，基本上不仅不危及到你的国家安全，而且对美国国家安全绝对是正面的。而且我给你的这个东西啊，基本上你在市场上无可取代，所以你没有理由跟我这个克这个东西。不过到目前为止的话，也没有看到日本哈从名单里面被剔除。那当然，这个日本自己也讨论了，那这个问题日本怎么因应？那当然，这个他们就提出这2个这个 solution。但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比较软的，就是希望美国这个从名单里面这个把它给拿掉。那这大家就相安无事。是。那如果美国不肯的话，我觉得日本也不会就范哈。那日本当然它有2个报复吗？一个是报复，第2个就是到 WTO 去了，申诉那个旷日费时都不知道等到牛年马月。那所以这个后面这个当然对川普来讲的话。这或许啊缓不济急哈，那也很难这个在第一时间的解决这美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最好就是让这个川普啊把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制裁里面拿掉。所以下个月这个日本啊这个要等于是在举行呢这个美日的这个峰会，那我想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现在这个在贸易以及这个在朝核问题上面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动哈，而且更何况事实上中国大陆是美国这个很在意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就是在贸易的不公平的一个这对象国家，这当然是头号，当然是中国。所以现在针对日本是排第2棒啊，所以日本也在后面。川普点名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日本哈，那所以日本基本上当然他也会担心啊，他也是一个 target。这川普这把火哈什么时候会烧到自己身上哈，他也没有把握，所以他一定要去这个见川普哈，希望川普啊这个火气不要太大，烧到日本。老师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刚才也约略提到，就是说我们讲这个6方会谈，大家被冷落，其中有一个角色也很重要，中国他也被冷落啊。这一次这个穿金戴银没他的份，可是我们感觉中国好像，是因为习近平忙着这个修宪延长任期嘛，他好像对这件事情自作泰然。不过这个中国大陆他自己也认为说，他这一次的，当然这个从表面上看哈，这朝鲜的这局势的缓和，包括两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见面，好像这北京被抛在旁边。不过不要忘记了，他们现在基本上文在寅所推动这些，就正符合这个当时他去访问北京的时候，对不对？他跟习近平在会谈里面所达成的这个朝核危机要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原则跟方向，他们那时候就基本上认为说，这朝鲜这样的一个问题绝对不能够用武力的一个方式解决哈。换句话说，武力解决朝核问题基本上是中韩共同反对。而现在文在寅基本上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要避免美国贸然的对北韩这采取动武，因为这美国基本上在春天过后，他要重新检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对北政策是不是达到效果。那所以啊，这个是一个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面，到底是用和平的方式，或是用武力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最后文在寅的这些动作，你说这背后有没有跟中国大陆谈过？如果说从中韩的首脑会谈上是有的，而且另外的话就是，所以显然中国没有被冷落。那而且如果说这个现在的北韩他的这个态度有一点点转圜，那是因为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制裁奏效，川普也这么讲，对不对？那这里面当然
只有金正恩自己没承认而已。对，那北京过去其实在这个制裁北韩上面也是配合，是那所以如果没有北京的配合，今天可不可以说到这效果？那这个也存疑。那所以其实这里面也不能讲说这北京这完全的这个在朝核问题上面啊，这个它没有作用。事实上，在川普这个公布这个对中国大陆的这样的贸易制裁的时候，其实他也提到啊，这过去的这个北韩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中国大陆给美国很大的帮忙啊，是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那所以而且我们如果说从现在的这个局势上看起来，这个大陆的学者也讲啊，现在不就是属于一种双暂停的状态吗？对不对？就是在平昌冬奥的时候，这个把这个军演就是暂时停下来，然后这个。可川普有说，接下来的军演他并没有要停，但是这个整个规模，这个跟时间都缩短了，在4月，而且这个也得到北韩他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这个他也可以理解了，南韩基本上也没办法去抵挡这个传统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从这个几乎是南北韩局势以来。